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客家音乐。Hello, this is Joseph Lin. 1, 2, 3, 4, 2, 2, 3, 4. It's time to exercise with iColor and their hit single, Hello, You're Getting Fit, to encourage everyone to exercise together with some HAKKA song. That's Haga music. So let's exercise together, counting Ya Liang Sam Si. That's 1, 2, 3, 4 on ICRT. 俺要經來經運雪，睇緊班出體重機，起胸起蹦蹦蹦。如果哦，俺等人講，莫干莫啥莫鬆棍，條條唔好改思想，俺用是錯。可是嘞，種倆下莫是痛，點痛就痛下，韓國是雙位聽懂。1, 2, 3，看到俺用哈笑我，是夢一改方向，俺用哈笑我，啥唔知幾啥故，鬆哈，只多笨粗講下，萬事那一條，哎呦，6、3、4、6、3、4、3、6、3、4、6，慢動作6、3、4、6、3、4、6、3、4、6、3，看到俺用哈笑我，心都是會動跳，俺用哈笑我，愛衝跳去工人跳，一流，天天高口改節奏，群樓那心體好，俺用哈笑我，是夢一改方向，俺用哈笑我，啥唔知幾啥故，鬆哈，只多笨粗講下，萬事那一條，俺有。好有活力的一首歌哦，这就是 iColor 的你有叫瘦哦，而且这歌名很有趣，听起来像韩文的안녕 하세요，可是它是안녕 가세요，就是你有叫瘦哦。那透过这样子的歌曲呢，里面还有很有节奏的带到的1、2、3、4、2、2、3、4，客语就是呀6、3、4、6、6、3、4。刚刚大家听了是不是一起也动起来了呢？那 iColor 这边也要呼吁大家，除了运动之外，当然吃也要有节制，不要吃太油、太甜、太咸的食物，时常动一动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哦。好，又是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客家风情由客家委员会监制。 We Love Hakka has been brought to you by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